嗨，我係 Pat Pat，眾所周知，黃之鋒特別中意搞屎棍。2014年，佢到旺角禁足區而俾律政司控告。喺法庭上，代表律師講明，如果黃之鋒判超過3個月嘅監禁，咁樣2020年你就見唔到黃之鋒參選立法會㗎啦。又話黃之鋒係毫無保留咁道歉。我心諗黃之鋒呢個食屎狗會毫無保留咁樣道歉？你收啦，你收咗錢㗎咋，講埋呢啲咁嘅嘢。6月28號，佢連同社民連一齊佔領金紫荊廣場，咩料啊？喺5月嗰時候，又同李柱銘一齊到美國講一國1.5制，一切都揭破晒你呢條嘟樣嘅真面目啦，仲使講嘅？到法庭先講毫無保留咁道歉啫嘛，傻仔！你以為所有香港人唔知你啲敗類真面目啊？只有你哋喺度自己進行洗腦，將自己搞到好似妄想為革命英雄，日日喺度自嗨打飛機，先至有你呢啲人存在嘅咋，黃黐窿！呢個石敬瑭一日就係想做賣港賊，原因不出其右嘅，就係2012年反國教運動，啲僱主全部睇穿晒，一時就叫人去衝擊邊一度啊！但係喺個心度根本就唔知自己喺度做緊乜，到19歲啊，都喺度懵盛盛，又搞香港眾志，搞自決派，好心你係改個字深入青山啦，精神分裂人士，日日妄想住一啲政客會攻擊你，你自己攻擊自己咋，你心裏嘅多疑，就好似朱元璋咁樣，一兩日就話中共想打壓我。你自己講埋啲一國1.5制，人哋咪俾你一國1.5制咯，傻仔！你自己而家收唔收啊？蘋果日報就係執笠噶啦，你亦都冇所謂宣傳嘅機會，最容易嘅宣傳機會，肥佬黎啊，都唔係太想 buy 你啊，自己都有內務做噶，又想去 Netflix， 又想去 BBC， 又想去 CNN， 你冇咁得閒，仲有好多嘢俾你搞啊！香港而家就係因為你哋搞到咁亂啊，自己都遭殃埋。你話你自己抵唔抵死？仲話要香港立法會容許你18歲嗰時候可以參選立法會喎？立法會俾到你幾多人工啊？9萬咋，同埋一啲所謂補助都唔夠美國俾你多啊！人哋俾你幾千萬，人哋俾你食宿。人哋俾你學位都得，人哋俾你住屋乜都得啊！只要你毀滅香港，一切都得。你仲唔去？唔係啊！喺你去嗰時候，中共就會揾幾支高射炮射死你噶啦，你同金正恩一齊。所以你呢啲咁嘅奸狡計冇用噶。仲有就係你啲敗類父親黃，居然學習黃之鋒嘅模式，搞咩香港反同性戀協會？你反得到咩？你呢個石敬瑭兩父子啊，簡直係即係你哋啲血統係有問題，漢奸血統，唔知邊度教翻嚟，係美國走狗啊？點解你咁中意做人哋走狗？我想問下，做人哋走狗唔顧我哋成個民族嘅後果，呢啲係人，日日就中意新事，就杞人憂天，不斷散播恐怖消息，為求嘅就係一少少嘅金錢，你哋簡直不顧後果啊！其實你哋基本上智商又好低，又話喺匯基書院東九龍畢業，呢個我就已經唔想再講啦。但係再次講明，到呢個讀緊公開大學嘅人，我覺得係應該有少少邏輯能力，但係佢未到，仲要係越嚟越過分。2017年7月1號，香港眾志嘅捐款率僅次於社民連之後，雖然相比起2016年有縮減嘅跡象，但係我想同香港人再講多一次，香港眾志、羅冠聰、黃之鋒同埋泛民主派敗類，一定要有毀滅嘅一人，唔係嘅話，佢哋就會肆虐喺香港，不斷蠶食我哋嘅自由民主。我心諗，你李柱銘尋芳安身去咗幾十年都冇用啦，仲想依靠美國？人哋美國特朗普不知幾想同中國結交啊，唔想你哋呢啲真係身上又冇 money，人哋就係咁貪心噶啦。你班不知時政嘅食嘟狗睇住嚟啦，中央一定會揾人炸死你啊！我哋愛國愛港，不知勁過你哋幾多倍啊！
又話嗰個 Netflix 嗰個英雄紀錄片呢啲過時啦，你扮晒嘢嘅，唔通啲外國人之後唔會揾真面目咩？原來黃之鋒就係呢個美國嘅政棍所描繪出嚟嘅人嚟嘅咋，佢自己連中心思想都冇，搞自決派出嚟，咁啱得咁巧，就係為咗黑錢用，自己本身就係後個乞衣，連工作能力都冇，你就唔好講啦。多謝。若想關注我更多新奇有趣嘅事物，即刻撳訂閱同埋睇下我嘅 Facebook，多謝。